惠山，搁再来关心屏东春日乡山区有一个市场场，最近常常看到腊肉亲门大户来找食的。经去市场的人讲，这个芳箱内底的芳伤过济，因都爱甲夹出来芳箱单掉。因的芳箱有加质，腊肉特别爱食。市场的人嘛讲到，伊拢总有3个芳场，腊肉拢知影讲，伊要迄一天要去倒一个，就对了后壁食。 腊肉伫天顶飞等待机会，因的目标就是市芳的为箱仔内底摕出来芳收。拢袂惊有人伫遮吗？对呢，一喙刷一喙，拢停袂落来。遮有真侪价值的芳收，对因来讲就是一顿青草的。伫屏东春日乡山区市芳的农民讲，因为箱仔内底芳收多，爱甲夹出来芳收单雕，想袂到会有腊肉飞来食遮的芳收。我3个场逐工我若咧整理的时阵，因为逐工整理无共嘛，就阮若对一场，伊就拢会来阮做伴。腊肉嘛真巧，知影缀伫市芳的后壁就有物件会当食，所以市芳的行到倒一个市芳场，因就会缀到倒一个市芳场，拢唔惊人。猛禽基本上是怕人的，但是因为跟人透过食物和接触的过程当中，慢慢会开始对人的警戒性没有那么强。 腊肉唔惊人，实在真稀罕，嘛，互春日乡的市芳的农民感觉到真神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